我们透过 Microbit 程式设计，做出了我们的作品。这是光线感测值。当光线感测值小于0的时候，灯就会自动打开。带动国小的小朋友亲自讲解机器的用途甲创作理念，不但将环境议题融入，更运用科技产品 Microbit， 让学生学习写程式，而因的努力也无浪费。学生的创作更影响亚太区冠军的荣誉。这让 BBC Microbit 教育基金会执行长 Grace Dugdale 来台访问时，指定一定爱到的一站。未来其实有更多不一样的科技工具，例如像 AI 或者是新的这样子的一个科技工具。其实我们应该让小朋友试着去学习更多不同的技能，勇于去做学习，然后去掌握未来的一个趋势。台东国小校长李淑珍表示，学校长期参与教育部所谓学习情景计划，致力伫咧跨越 PBL 课程推广，得到教育部111年教学卓越金质奖的肯定。透过课程的推展，也让学生得到启发，学习到解决问题的能力。因为他们的创造力，因为他们的解决问题能力，因为他们透过课程，透过竹溪一个这样的课程的推展，让他们呢从里面得到了不一样的想法。想一想，我们呢现在在联合国有一个 SDGs， 我们透过这样的课程的连结，让孩子呢在这边老师的引导，他们的确做到了。那我们学校呢这几年我们都参与教育部数位生根计划，也谢谢我们的郭教授，他一直给我们很多的一个指导。那我们孩子呢透过跨域以及 PBL 的一个课程引导呢，孩子在这边呢有不一样的一个解决问题的能力。校长李淑珍也非常感谢学校老师教学用心，以及家长会支持，让学生会当在多元学习的环境当中发挥创意，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，也让台南的教育成果被国际看到甲肯定。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。